年嘅門徒訓練課程，係啊，每日嘅靈修材料對我嚟講亦都係好大嘅一個鼓勵。我覺得上帝係真真實實咁樣喺我嘅生命裏面去動工，我覺得好奇妙。我自己感受得到耶穌俾我嘅嗰份愛，嗰份鼓勵喺我嘅心裏面，都依然係而家係跳動緊。呢個火熱嘅心，我都好希望係繼續去傳揚喺我自己嘅心裏面，作我係嚟緊日後跟隨上帝嘅路嘅提醒。我係香淑玲啊，藉着使命門徒1年制證書課程，唔單止傳授知識，強調真理可以落成生命。我建立咗清晰嘅屬天價值，認識咗生命嘅主權在於主，人生嘅意義在完成神嘅使命。無論喺社區、喺家庭，都渴望能活出主嘅見證。我今年報讀咗使命門徒訓練課程，而喺呢個課程裏邊，令到我最深刻印象嘅就係整全佈道策略。所以福音唔單止係派單張傳福音，亦都係全面咁回應人嘅需要，唔單止係傳講耶穌嘅救恩同埋愛，亦都係透過門徒嘅身上可以讓人體驗到耶穌基督嘅愛。我係詠詩，自從讀咗呢個使命門徒證書課程之後最大得着就係靈修。因為信咗主成20年，嗰個靈修生活係浮浮沉沉嘅，讓我喺呢一年裏邊唔係單單係形式上靈修咯，而係我每日個改變就係好想聽到神同我講乜嘢咯，唔係着重形式上，係着重同神建立關係。大家好，我叫做 Claudia， 我想分享我學咗一個使命門徒證書課程1年制嘅，我最深刻嘅學習到3樣嘢，就第一就係靈修，我學識咗就係一定要每日係要扎根喺神嘅話語裏邊，咁佢同佢嘅關係親密關係啦，呢個係一個扎根嘅根基。第二信耶穌唔單止係相信，更係一步一步咁跟住佢嘅腳蹤去行。第三就係成全，係為咗將所學習嘅傳承出去，要薪火相傳，由被帶領啦到慢慢學習去帶領去侍奉。